坦洲真係越嚟越靚啦！Hello， 大家好，阿 Ken 又嚟啦！今日咧繼續同大家嚟到金帝世紀城睇一個咧好特別嘅單位。咁啊，上一次同大家睇咗樓王啦，喂唔係喎，樓王唔係下下都買得起啊，係咪先？呢啲特價單位到底有冇啊 Ken？嗱，冇錯有啦，呢一隻單位就做緊特價單位，80平方嘅2房，亦都係點樣特別化咧？佢因為做咗一個工藝展示啊。咁其實咧肯做得工藝展示嘅話咧，真係唔係個個發展商肯做。數勻成個坦洲得2個盤有做嘅啫，咁啊包括就係呢間嘅，其中一個就係呢一個啦。咁而80方呢一隻咧，為到110零萬到咗嘅啫。留意翻啦，佢咧依家都係喺6座啊或者7座嘅一啲單位度做緊呢啲特價單位。咁呢啲一層上到嚟咧係4個單位嘅。2個單位係細嘅，2個單位佢偏大啲啲嘅，咁啊一個80，一個87，2房單位同埋3房1次嘅單位。OK， 今集同大家睇嗰隻80方最細嗰隻110零萬到咗，旁邊嗰個120零萬到咗嘅啫。入到嚟有個玄關位置，呢度可以做一個鞋櫃嘅，咁直接入到嚟咧一個直廳啦。咁其實佢嗰個飯廳位置一啲都唔細啊，空間其實都幾充足下。咁至於啦，去到嗰個客廳咧，嗰個空間咧，亦都係哇好夠深。其實80方係啦，如果你人唔多嘅話咧，2房 OK， 或者你得1個人，甚至乎最多得2個人嘅話咧，呢啲咁嘅性價比高係嘛？10萬蚊嘅一個首期，剩翻嗰6、7萬嘅係點樣咧？分5年。去到免息供嘅 ，OK， 仲有車位嘅一個優惠，仲有全屋家私電器。不過呢一個咧就冇嘅，上一集係有嘅。點解咧？因為呢個特價單位咧扣咗出嚟咧平咗成3000蚊，2-3千蚊一方嘅，所以嘅話咧慳咗落嚟嗰啲就冇幾多錢嘅啫，自己去買翻 OK。咁啊，先講翻啦，呢一隻積嘅話頭先講過啦，喂客飯廳真係好犀利喎，特別係呢個客廳位置喎，我可以擺一張好犀利嘅3米幾嗱，大家記到1.5米磚啊！大概3米幾嘅一張梳化喎，係嘛？跟住之後有一張餐台勁大個啦，係嘛？呢個位置係啦，擺圓台都仲得。OK， 咁再講啲工藝啦，咁啊先講牆身啦，土建牆面咁普通啲石屎啦，側根嘅話咧有啲裂縫啦開始。第一片嘅微紙即係叫做線灰啊 ，OK， 第二片線灰 ，OK， 因為有啲凹凸不平啊。第2片線灰，第3次線灰，跟住再做打磨 ，OK， 跟住之後再上底漆啦。呢啲摸落咧仲會有唔舒服嘅感覺，有好多啲粉嘅。跟住第一浸嘅面漆已經摸落去已經蒙啦。第2浸嘅面漆做完咧滑捋捋嘅 ，OK， 咁啊呢度就係同佢隔離一樣啦 ，OK， 咁呢一個就係油漆嘅一個工藝，跟住之後咧地下就係咩咧？請勿剪踏啊，唔好踩落去啦，就係啲玻璃爛咗啊 ，OK， 基層嘅處理啦，跟住之後水泥漿啦，跟住之後再嚟到浸水泥漿啦、砂漿層啦，再加埋啲瓷磚膠先再貼，係啦，咁啊啲工藝都做咗出嚟，咁啊唔會話咩空鼓嘅情況啦。咁而上到上面啦，呢一度咧就再睇到咧咩防鏽處理啦、石膏板啦，再加埋防開裂嘅網格布啊，即係畢竟上面係木架嚟噶嘛，好容易木與木之間，如果你唔黐呢啲布咧，咁會點咧？咁咪會裂咯，係嘛？熱脹冷縮嘛，木係會熱脹冷縮噶嘛，啱唔啱啊？冷氣機啲位置全部都set 好晒㗎啦，呢個主龍骨、副龍骨點樣去操作，回風口、出風口係點樣設計嘅？全部展示晒出嚟，咁再加埋啦，出面呢一度啦，就係講個地腳線啦，係啦，呢一隻不鏽鋼嘅地腳線嘅話咧，佢就有2組操作做嘅，本身係咁樣嘅，冇嘢嘅，跟住加咗個木板打底，先再做呢一個係啦不鏽鋼嘅地腳線，咁有啲唔加木板嘅 ，OK， 咁至於露台又點咧？露台得唔得咧？出面咁咧露台嘅話咧，出面嗰個做咗1、2、3、4、5、6係啦，6個工序 ，OK， 咁啊包埋個防水層呢一度，因為有水噶嘛，係咪？咁如果你推出去嘅話，當然啦，你呢度又要再拆咗去，再回翻，其實你鏟咗嗰個瓷磚膠啦，跟住再做風窗啦，咁 depends on 你自己點樣喺度做選擇啦 ，OK， 電掣位我覺得佢真係做得好充足啊！即係無論喺呢邊又有靚線，喺另外一邊又有靚線，即係你個 router 中意點樣擺咧，完全冇問題。不過依家啲 router 都係其實將呢一個蓋直接換咗佢都得啦，係嘛？咁啊上面啲設計佢就做咗一個即係唔係類似
主燈咧就冇做呢個天花嘅啫，咁啊無主燈嘅一啲 design 啊，路軌燈啦，咁都做埋㗎啦。OK， 咁嚟到洗手間啦，洗手間嘅話，我相信可能你要入到去慢慢睇下嗰啲基層處理，佢全部展示晒出嚟，啲排水啊點樣牆身點樣做法啊，係啦，咁全部都係好清晰展示咗出嚟。咁我特別想講呢一間房啦，道門佢幫你切開咗啊。OK， 咁呢度切開咗個門嘅話咧，佢就做咗啲話翻俾你聽係點樣操作㗎，裏邊啲用料啦。OK， 咁咧當然有多層實木啦，跟住仲有呢啲咧叫做火粒啦，係啦。咁啊隔音嘅話咧都我相信我一摸落去都還可以。OK， 咁啊跟住之後咧，全屋嘅冷氣係啦，都係用格力嘅中央空調做咗喺度㗎啦。咁至於 size 係點咧？話呢一間房係幾大下，雖然佢80方咋。你話大家睇一睇，如果呢度做書台、床啦，跟住呢邊一排個櫃啦，甚至乎你睇一睇你點樣操作。呢間房係幾大下，超過100尺有多。OK， 咁至於另一邊咧，呢邊嗰個 view 會舒服啲嘅，因為同咧嗰個露台一樣望翻出去啦。金地世紀城最大一個其中一個賣點咧，係啦，佢就係大家個樓間距啊，佢比起好多坦洲嘅樓咧都會優勝嘅，因為坦洲買得坦洲基本上咧啲景觀就唔係叫做咩特別可以有幾靚噶啦，都係樓望樓為主嘅啫，除非你單邊望翻出去，但係單邊望出去會有啲咩問題出現咧？就係會嘈啊，出面可能啲主幹道啊車又多啊，即係大車啊細車啊都會多。咁但係我今日喺呢一度嘅話望翻內園嘅話咧。其實首先清靜啦，而望內園清靜就會好多時候出現個問題就哇好逼喎，啲樓間距呢度冇嘅，完全冇呢個感覺。OK， 咁啊又翻嚟嘅話咧，由於呢一隻咧個地磚啊係磚嚟㗎，冇錯，木紋磚。咁佢木紋磚嘅話都做咗1、2、3、4、5個工序㗎啦。OK， 咁亦都有翻啲喺度展示啦，兩隻顏色咁樣，我唔知係咪有得俾你揀啦。OK， 咁啊智能家居嘅一個設計啦。係啊，亦都係一個交樓標準嚟。咁如果假設你話110零萬到咗緊，想買一個單位，買兩房唔緊要嘅，首期10萬蚊啊，跟住之後另外剩翻嗰啲咧可以去供，跟住之後仲有啲優惠嘅話咧，咁就快啲聯絡阿 Ken 嚟到現場，去到慢慢睇一睇。咁下一集再同大家睇埋隔離個3房單位1個廁所嘅。OK， 下集見，拜拜。